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1931年11月19日中午12时30分，济南号邮政班机在山东党家庄上空触山爆炸，一代诗人徐志摩不幸罹难，时年36岁。子墨，我不该伤你子啊！子墨，我不该要你来。子墨，你终究没有穿上我接你奉旨的长衫。他走了，好家万岁所听，与好家很远很远。
没有明月，没有星星，黑夜的海上寻找光明，海鸥在浪尖穿行，穿行，看东方晨星隐隐。夜里听鸳鸯
就是康江。烦恼多，夫妻毕竟是同林鸟，是否伴侬情无当？我特地叫他做了件新上衫。穿了西装，不要忘记旧装。公公说我说得对。夫君啊，言必千里一归家。李小姐，薪水到了，你的英文真棒。唉，流光匆匆，一转眼你来英国100年多了吧？是啊，我跟在父亲和梁启超先生从中国来这里寻找光明。我从美国来，投奔英国做一家罗素，因为他是光明的使者。罗素他充满我的勇气、敏感和智慧。是啊，他写的往日月之路向黑夜的行程，我的心为之跳动。许君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慧英，我们真是知音啊！
么事？对是的，建筑一女人，一首建筑，甚至一首诗。你喜欢什么书？白论诗情。白论。是英国最有才华、最美的男子。哪里有白论，哪里就会卷起爱情的风暴。好像一瞬间找到了灵魂的伴侣。不，我不能破坏你们的家庭。我和与你是包办婚姻，我要和他离婚。离婚？对，离婚。康后的撒娇可以作证，康家的星星也可以作证。是，我要是我与你一起向封建决别公开发表离婚通告，还我们一个誓约。回应，你要等我回应，一定要等我。
自教如，他与我话不投机，谈气多，我去康家苗强里子不归苦。天天都有养心道，也不知哪个敢问的养心苦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饿了吧？我叫你做了几样好菜。不，我不饿。啊，这件上衫你还没有穿过呢。等一下，有你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那，你先说。这些信写起来的英文字，看都看不懂，差不多天天有。是林慧小姐，我家来过，你见过的。哦，原来是他，难怪你会着迷。穿了西装，不要忘记旧装。来。这件上衫是工地叫我做的，试试看，好不好生？怎么啦？不开心啦？坦率讲，跟你结婚以来，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开心。说真话。真话，不开心又能怎么样？家鸡在鸡，家狗在狗，烦恼的日子当不一天少一天。有你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。夫妻是灵魂之伴侣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。自己的生活，出家送夫，我哪里想有自己的生活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恨不得在你面前消失，可是我做不到呀。有你，真对不起。先生，我的感受和你一样啊。我知道你喜欢他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早有思想准备了。我是个有度量的女人，你既然喜欢，可以拿去。你是什么？世经大无人间啊，谁没有三妻四妾？夫为妻纲，我答应你，拿她为妾。不，那岂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？我不同意。那你要这样？离婚。
叫离婚。既是婚呀，与夫妻必为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休妻？不，休妻是男权霸道，离婚是双方自愿，也是遇上万事遇。不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娘家也是名门望族，是你们徐家花轿上门请我来的。我们俩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，这个结已经生生世世就在一起了呀。有你。曾经我有人家四下门里为我相夫教子，心怀关心，为婚姻你年少出呀，为家中义父青春温馨，曾记得那天奉命把婚结，你新娘身中带来气，可怜你话未出口生嫌疑，可知我今日去上金龙父爱的婚姻能是天，你我一同守金边，有你呀总不能困守牢笼不操心，更不能守得灵心早上面。既然给我们带来痛苦，就要解开，一定能解开。家中的孩儿我担你子女的人生从头一风吹得墙日阳，黑天茫茫路难眠。何人望素眉鬓生把婚结，新婚未曾暖真情，婚儿总盼天作暖，才知晓日日愁云有家心。有你我愁
记在，也想争气就是力，又怎看心中传上千结是个女子送命结。许君，我已经回国了。我父亲安排了我的婚姻，我的丈夫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公子梁思成。梁思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，可是在梦中。天门来看红流泪，我知道风是从千年过吹。你是在梦中，我的父亲，你的悲哀。好梦的父亲把人心猜。凝空在梦中。
甜蜜是梦中的余晖，梦中余晖。
许知母啊，许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在北大听过许先生的演讲。你就是不明名曰陆小吗？许先生，哎呀呀呀！这星友俱乐部挂满了你的胆气啊，老小姐，你的这话真令人钦佩。既努力，小姐烦恼间。我的事，这烦恼间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行，忠孝节义维系着5000年，丝缕不绝，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。许先生，你总那冲破5000年礼教的爆破手，现迎在炸开了无情的黑夜。谢谢你，读懂了我的诗。在这令人窒息的黑夜，你的诗是黑夜的星辰，我的空气，我的生命，真令人感动啊！陆小姐，你先生叫王根，每个西点中要毕业，是位优秀的男子。王根，他原在哈尔滨做他的警察厅长，他是我公馆的孤子，我是他手上的花柄。手上的画饼。王兵长到，人给你杀死。报告，赵辩府的夫人不在。哦，电话问过陆府老太太，还有徐知母公主的北大松浦图书馆50支2期钞府的都没有。听说夫人与徐知母多少些什么？没风度是。要不我再去北平警察厅问问，那里可全是你的旁。万一不你那吗？是。长官公务劳累，凌晨又从哈尔滨起飞，休息一会，我再去找找看。没时间了。10点半，百位生存方将军是护卫军部为你。傍晚飞上海，晚上去南京联军司令部。是。明天为哈尔滨了解最后一种案子。好。大雨天还要飞夏威夷，美国西点军要一位劳动要有呀。哪位啊？艾森豪威尔。艾森豪威尔。走吧。是。来，怕便宜别人寻找，暗中保护好夫人。是。立正，敬礼。
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我是奉命来保护夫人的。不，你在监视我，你们也在监视我。我也是人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滚！给我滚！哦，是。总算可以透口气了。哎呀，在步兵的西山太美了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，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，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你看，我有我的方向。雪花的快乐。哎呀，许先生，这么早就到了，我正在念你的诗。这西山真好，飞雪、红叶，一片宁静。先生，在上些？不，在上。你看到什么？我在黑夜的海上看到了明亮的火光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许先生。小麦，妈妈，你怎么也？你关得好紧啊！爸母，王根兄，许先生。许先生才不大，为人师表，走不上可道大事教，风雪漫天，彻过雷鸣，我是上上才生道，雨下上许人世高，人世于是当所教，雨下满登高一来众山小，七八闹花絮笑。一代事情过完不少，又何必来闹人面前人来闹？若小门名花与子配子当，我与他伉俪情深谁不晓？神仙家里
成都上，你前程看作他山重，我是你家上花瓶笼中娘。多少年人我不等土长啸，受天寒窗人欲强。黄金千两与何用？我一份暖意来弥道，终于把牛牵相交，名为相交神并交。我跟你啥真情爱小满，愿在夫君进太平朝，名为报父安定上。我没有，为什么有？我是凤鸣。喂呀，我不是凤鸣，我不是凤鸣，我是混账。无言北京，用心草。为什么这世上许多真情深，一边深深爱，一边泪难熬。王兄啊，你进我长江，速快称王郎。无人忘记自去郎，自去郎，太苦笑。有人定情好在哎呦人世间富有奇怪。是真他，富贵荣华差不远，真情真爱深穷呀。何为真情与真爱？两情相知心相照，夫唱无声，是故难为傲。死于人间，不快困东牢。思乡满，才将红旗心两条。恩与人，名将李松。终难逃。徐子墨，王根，小妹，你口不离正经，难道我王某亏待你了吗？平心而论，你须算是个花瓶，摆在我无生年就中川没大的官衣上，就不是事。王根，王根，你是军阶在军，简称傅亮，但作为夫妻，我们不合适，不应付。时至今日，
也该了结了。你要这样？小姐烦恼结。小姐啥个家？小妹一事要和我离婚。离婚？小妹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这么体面的家庭，离什么婚？妈妈，许先生，你不要再去小妹管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妈妈，小妹，回去！你这个委屈，你这个委屈！哎呀，小妹，小妹，哎呀，小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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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老是不痛啊？小妹，你要冷静，婚姻大事事关两家生育。治疗生育，你还有什么？王根，我们好爱好散，互相解脱了吧。不做夫妻也好，做朋友。王根。小妹话已说尽，实在苦苦相逼，我只有三命一条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。王根无上不知花前月下，四句传情啊！可你知道吗？他今世头身不由己，成王败寇，连累死此。王某思虑不便，怎能不以前程为重啊？我很欣赏你的勇敢。来，哟，说你一问，离婚1年，从此以后，老小妹一切言行与本村为长无关。往左立正，向后转，跑步走，一、二、姑爷，姑爷。哎呀，姑爷，姑爷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！爱已跟着我走，人情间怕我们会交心似火。为真爱，为自由，为真爱，为自徐志摩落
时候不早了，梁启超先生怎么晚不来呀？许先生，许先生，有他夫人徐先生，他们来啦！许先生，有他夫人徐先生，他们来啦！大夫，祝你们！大夫，真的女啊！子木，走你们，走你们！谢谢。子木，走你们！谢谢你，走你们！谢谢你。子木，我今天凌晨3点就起来了。你率真小麦用过，我这就想要接头。假使我今天马上要死，临死前只想做一篇伟大的诗词，颂扬着哟黑夜中护放的光亮。太好了，岳先生、张先生，谢谢你们。子木，梁启超先生怎么晚不来？怎么了？假如不答应我和小曼成婚，除非梁启超先生亲自出面指婚，否则就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子木，梁公再器重你，他是长道明智、反封建的前辈，一定未来。我看过一点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许先生结婚的消息，都不管的。晚上。不来就不来，子木，我们请大夫指婚，婚礼照办。对，大夫，你就帮帮忙吧，帮忙吧。不，这不妥，不妥。子木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梁启超先生不到，对你们不利呀。天哪，这是一个怒呛的世界，用不得恋爱，用不得恋爱呀！梁启超先生到！来了，恩师来了！我是怕一定回来。梁先生，你今天亲自指婚，谁不见你就可以一直旋转呐！先生们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为当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和罗小曼小姐指婚，下面请新郎新娘侧前。徐志摩，你愿意和罗小曼生死不离，结为终身伴侣吗？不愿意。罗小曼，你愿意和徐志摩同甘共苦，终身相随吗？我愿意。好吧，婚姻事由，从今天起，徐志摩、罗小曼结为伉俪，同甘共苦，生死不离。慢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吾设置再三请我做证婚人，我是10000个不情愿，因为我面对的是同乐，与同乐为伴，怎能在同乐成人？今天我来设句句，是好让所为人知道，这种恶劣不足侵犯，更不值得轻厚。请恩师说下去。
说什么好啊？徐子墨，你做衙门不成，做生你更是失败。你离婚这去，就是永情不断的名字。梁先生，你不能这样。罗小曼，我休意与你说话。王根的心还在我这里，你是个不争妇道的典型。劝你们不要一错再错，死不无成。不要以事实力作为应试准则，不要以荒唐和淫乐作为人生目标，不要把圣经的婚纱当作随随抛弃的土衣褴褛。不要与他人之苦痛，以自己之快乐。上父母寒言，上朋友不耻，上所谓嘲笑，上道德流泪呀！真生两公，你曾是乱世中华一妻子，遇多少你许情意在你，抗风剑何须生于斯。无意倾城真自语，长夜难以续心思。恩赐我只在茫茫人海中，你一个灵魂之伴侣，得知我也不得，我命为此而已呀。万世皆遭牵制，何至于此？为什么要欺骗苍夫人们？为什么三七四却真梦事？为什么
么话？西山红叶，你不是已经画过一幅了吗？我喜欢。对，我也喜欢，因为它是我们永久的纪念。哎，时候不早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去睡吧。我最近吃了一种药，身体好多啦。什么药？不告诉你。哎，当心！对不起，我这样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我不在乎，乱又怎么啦？随心自由，不可以。我喜欢。哎，你找什么呀？前几天即兴有写的一首诗，比全部都来猜了。哪一首？他是睡着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把它藏起来了。啊，藏在哪里？藏在我心里。哎呀，你呀，自我。是睡着了，星光下，一朵斜起的白莲。我梦见了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。它是免熟了。好了好了，花奶，我没有喜欢你。好吧，我要赶紧喜欢他。拿去。现在啊，我们可是靠头高吃饭喽。我陪你去。不，你身体不好，都几点了？怎么表定了吧？你这张老爷表早该退休了，我给你买了块新表。啊，喏，劳力士，你看，哪能漂亮哇？哎呀，你这件长衫也过时了，倒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今天我在亚非路上看到一套意大利西装，夏季摩登，可惜身边钱不够了啊！过几天去买吧。太名贵了，其实我都不需要，不用买。我喜欢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。有了陆小麦，我要修指模更加体面，更加光鲜，更加灿烂。可是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，假如又到了我们的经济来源，我有钱，哪里来的？不告诉你。你买完了？你把西山红也买了？哎呀，小曼呀，小曼，你怎么可以买自己的娃呢？你喜欢我还可以再玩吗？小曼，这西山红叶可是我们永久的纪念呐！在我心里，我还可以再画很多很多的西山红叶。子墨，你不是说我们是灵魂的伴侣吗？对，
我们是灵魂伴侣。不过小妹啊，不管是灵魂伴侣还是生活伴侣，都必须面对现实。有些外籍官不值得你爱。不，你的可贵之处就是真实。从古到今，茫茫人世，每天都在表演各种各样的虚假。我宁可要粗劣的真实，也不需要完美的虚假。而你从不虚假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值得爱。子墨，先生，不好啦！害人来报，老太太过世啦！开门，快开门！子墨本少回来了。子墨，你总算过来了，快到林间祭奠。为徐少爷开门。开门喽！老小曼，不能进门。为什么？他是徐家媳妇。你们私定终身，徐家不予承认。我们有梁启超先生指婚，她是个堕落的女人，为玷污你母亲的灵魂。不，她是我的爱妻。见到父母名正言顺，谁在那里玷污什么呀？父母生前小妹无法见上一面，今天这就在临近为她烧纸香，磕个头，就让我进去吧。哦，徐家列祖列宗，就不让你进来。徐小啊！我小娘子，你母亲是被你气死的，还不快接你母亲上香，快上香！让我
小曼，小曼，你去吧，替我在姑姑灵间烧纸香，磕个头吧。还去大门关得紧，差不多我爱子母亲。满月佳，清月深，为天可表一片真。爱子母不为许家父千金，来年不到许家真名英文，只为子母爱小满，万千许从当为云。总算是偶遇新风，江城彩，越是交际心是小曼在门外送你了。罗小姐，我是子母的前妻张幼仪。妈，这是老爷接你们找的新居钥匙，可以去试。哎呀，小曼，小曼，小曼，你怎么了？小曼，小曼，哎呀，怎么又发病了？快送医院！我不去医院，我要去。鸦片，鸦片，他说什么呀？啊，他好像是什么鸦片？鸦片。小曼吃鸦片，你这些报纸我全买了。啊！哈哈哈哈！这张报纸就怪好看，刘小曼吃鸦片。你算不到，滚！滚！
来上海已经5年了。不见了昔日花开曾自许，远去了文娱欢聚谈笑声。尝到了一点碧沙英勇怀，无奈我四出艰苦为求生，谈笑满，把尊头上迎来燕子的檐下飘絮几吹门，几吹门，天愁云。真笑他无听不见自千句，新婚欢愉是田虎，语文无雅挂草绳，欢声声满家灯火。才笑我，才笑把我一用是就是了小妹屋里，哎，伊他妻子么个拼头，不是老三等过哎。听讲陆小妹老早来了外交部当翻译，老有才气啊。现在不来三了，哪能啦？吃鸦片了。屋里有客人来，先要烧口化妆，起码要2个多钟头嘞。做啥？哎呀，不化妆哪能来三了？叠着面孔，像棺材里扑出来个鸦片鸡呀！侬没要吓人哦？呀，上海滩上侪没了讲呀！死开！你们去听听50子刘海说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小满是不平城里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，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。你们这些说不可呢，多见深情的阔太太，才能给她半根好吗？谁？是我。先生回来啦。哎呀，先生，今天这么早回来啦？嗯。哦，先生，这是太太欠的账单268块，晚于这些4980块。这么多？我一个月工薪高费才1000多块，买些什么呀？啊，先生等等，我去通报太太。不用了。什么味道？
怎么不开灯啊？是谁？小麦，你回来啦？你给我走开！这里有一封请柬。哎呀！在做什么呀？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看看这张报纸，听听外面讲些什么，我原来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。想不到竟然是真的，竟然是真的！小妹呀，小妹，这部病你可是从来也没吹过牙气啊！到了上，嘿，小倩啊，先生，那是7980块钱，是不是都买大衣了？医生，你不要别你这样，是真的。我不行了，你就让我走几口吧，你身体真是丑陋的真神。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吗？这就是我灵魂之伴侣吗？徐志摩、陆小曼，花前月下。不，他不是陆小曼，你不是陆小曼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给我出去啊！出去！不要！你给我出去！想离开我吗？也许多吃几天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你后悔了吧？有堕落为婆，怎能再堕落成人？两起草实的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我要与他一作伴？为什么不定称号？为什么自暴自弃、事关堕落？小妹呀，小妹，在你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情深美丽、充满理想的了小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的上衣不是在流泪，是在流血。去找林徽因吧。我说些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你从来就没有忘记他。他高尚，我堕落；他是神女，我是魔鬼。可是他不要你，你去找他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，你。太太，你也不要我
人才观察。
憔悴。这世上哪知别道无诺言，真正叫灵光闪现世间开，自古是难全人世不完美，真爱是小满残缺也是美。我懂了，爱是宽容和期待。我懂了，好话要用心无小满啊，莫悲伤羞流泪，你是我灵魂怀里，永不分开，我懂你爱你。无怨无悔，无怨无悔。谢谢你，子墨。这是林徽因今天寄来的请柬。子墨，11月19日，我和世人在北平要举办一个文化讲座，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建筑艺术，邀请你参加。你去吧。不，你生气不好。你应该去。黑暗终会过去，黎明就在眼前。当晨曦天边出现，那是新的一天，新的一天。小曼，你还在梦中，我走了。一下呀，是刚从德国进口的，放在你上头，要按时服用，多保重，等我回来。有你，是你这么早？管火车去南京，明天飞北平。你我还没有忘记他。一个文化讲座，这2天有大风，还是乘火车吧。不要紧，我乘的是邮政班机，不花钱的。你想不到，你也担心钱。今非昔比呀。哦，有你，这红的，你办的永章女装公司都上了报纸，我还办起了银行。最近都好吗？天下
岂有妖魔之语者？唯不求妖魔，是可领略生活之妙味。梁启超先生，是的，我一直在看他的书。有你完全变了。是你拯救了我，解开了烦恼结。我要让做一个思强势力的新女性。谢谢你，子墨。哎，你的上山领子破了，我叫你定做一件吧。方便吗？你说你的长短差称都在我心里。哦，那好，定金拿去。是什么呀？我看公司的本钱还不都是你们徐家的？啊，对了，儿子最喜欢你的诗，有几首都会背了。真的？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啊，又叫他背给你听。好了，祝你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再见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心的情绪永远过不去。子墨啊，你说对，你这一辈子只与朋友没有点人。我还想完成最后一件事，去看看有你。看看张玉你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子墨，我在整理你的文稿，抗战到难，并且不把我送去的好多稿件弄丢了。不过稿子丢了，我仍完成。我重新整理，我来，我愿意，因为在你的诗里，我能找回一个
真实的陆小曼。子母，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找回了自己。小曼，玉妮，是你呀！听说你的女装公司开到美国了，真的成了时江时来的新女性。子母说，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是这句话惊醒了我，是康桥激了我心的深深。小曼，听说婚姻病了，病得很重。是啊，有你，小曼，婚姻，你们还恨我吗？不恨。子母这一生没有恨，只有爱。对，只有爱。只有爱。小小陪我走了，路光悄悄地来，我会一笑，来走一天。